估唔到財爺咧都燒埋我哋呢一沓啊！係電動車一換一計劃已經截止咗。咁而家咧企到琴晚個新聞，大家睇到啦。咁好多人咧就趕最後一班船咧做翻個優惠，因為咧由今日開始，電動車一換一計劃已經不再有稅務優惠啦。嗱，今日咧我就用另一個身份去講，就係話，如果你有個舊車，以前咧你有3個可能嘅：一賣咗佢，直接過戶俾人哋，變成另一手車主。但係一般呢啲車好難賣嘅。第二個方法，你就會做個一換一加劏車，好似嚟到我哋註冊拆車商4354咁樣啦。咁呢架車咧就係劏咗佢，加埋個 quota。但係今日開始你賣唔到 quota。咁第3個選擇咧就係我哋而家做中港牌嘅時間咧係需要做啲叫指標車，我哋咧就收咗翻嚟做指標車，要嚟申請中港牌咁樣做啊。即係話而家有3條路，少咗1條路啊。咁即係剩翻1，你就喺28卡賣；第2，你就去做指標車。當然啦，你直接劏咗佢都得，不過呢個咧就係斷斤稱噶啦。嗱，對你嘅影響咧，可能係你而家買呢啲電動車咧，俾一個好大嘅稅，因為咧喺呢幾年咧，政府為咗鼓勵大家使用電動車咧，政府咧其實個首次登記稅咧，其實咧就已經豁免咗好多嘅，一路減落嚟，減到今日變成0，即係話呢啲車你要俾首次登記稅。首次登記稅係咩呢？好似我哋啲 Alphard 咁樣啦，咁其實咧架車油車咧都要交首次登記稅嘅，最低嘅徵點喺樓上。咁電動車咧有一段時間咧係冇首次登記稅，或者係減免咗好多。咁但係而家就係好公平啦，油車、電車都要俾稅，因為政府缺錢啊。如果你有呢架車，而家係冇咗一換一呢個方式俾你咧，而家剩翻2條路，一就呢啲車喺28卡掛上去賣劏車，或者攞俾我哋做呢一個指標車，將佢變成一個中港牌，跟住咧就交俾大家。係啦，有需要嘅留意我，或者係留言話俾我知有咩需要。拜拜。